為提振消費市場信心，特區政府同商會攜手推出2026社區消費大獎賞，喺4月10號至6月18號期間，發放總值近4億澳門元嘅消費優惠，為喺本澳消費嘅居民帶嚟實實在在嘅着數，更助力本地中小企吸引客流，為澳門經濟發展注入動力。活動期間，使用已實名認證嘅電子錢包，周五到周日喺全澳合資格商戶每周首筆實付滿50元，即可抽取3次電子優惠，並可於緊接嘅周一到周四到超過2萬間可核券嘅線下商戶使用。而周一到周四，透過電子錢包喺可核券嘅商戶單筆實付滿50元，更可自動參加每周抽獎以及終極大抽獎。持長者卡或殘疾卡人士，除咗上述嘅電子優惠外，更可額外享有500元消費立減優惠。詳情請瀏覽活動專頁或致電查詢熱線。